六大產業唔再提，香港冇計又未必係。上屆政府提出6項優勢產業，過程中有若干問題需要檢討，例如醫療人手不足，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？報太過往年年講，人家呢就唔同你唱雙簧喎。你話人亡政息又未必嘅，局限真係有噶。其實坦白講都幾醜嘅，差唔多你講我哋嘅創意產業係10隻手指數得晒嘅。咁點解會搞成咁呢？其實創意產業嘅背後呢，係需要好龐大嘅科研配合嘅，呢個係同個大學教育以至大學嘅研究好有關係嘅。事關香港嘅大學主要都係教學型，科研開發都係近20年嘅事，同外國傳統大學比，梗係輸在起跑線啦。但講到教育產業呢，又幾好嘅喎，10年嚟每年都吸引到過萬內地生嚟讀大學，尤其係碩士啊，佔非本地生超過80%半，吸金係得嘅，但嚟緊最重要係加強國際化。咁文化產業又點呢？西九文娛區一個好大規模宏偉嘅計劃，有劇院啊，有博物館啦。咁其實我哋香港嘅市民係唔係真係能夠消化到咁多嘢呢？同埋香港嘅本地嘅藝術創作者係咪有足夠嘅係咪有足夠嘅能力呢？填滿晒成個西九文娛區，每一日有表演呢？呢個係一個問號嚟嘅。最驚好似數碼港咁變咗地產項目，或者廣東道嘅延伸咋。不過唔計創意、文化同環保，其實香港喺醫療、教育同檢測認證產業方面都好有得搞噶。香港嘅私家醫院呢，對一啲複雜嘅疾病呢，提供嘅治療好過國內好多。又係啊，接生仔客都夠啦，當然都要有政策令本地居民唔受影響先得嘅。6大產業全部成功，基本上100%成功個機會呢係真係唔大嘅。但係裏邊喺產業呢，我係真係可以做得到，並且亦都符合翻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個趨勢嘅。